網友喺曹操墓前送布洛芬，表面睇似係玩梗，背後其實藏住一場跨越千年嘅對話。安陽 Rising， 曹操高陵，魏武王石牌，老錢墓誌，頭封舊疾，薄葬為原。當我哋真正行入墓室，先發現曹操從來都唔只係一個奸雄。如果你係一個高強度上網衝浪選手，又啱啱好係一個歷史愛好者，咁你呢幾年一定見過一個非常離譜又有少少感人嘅名場面。網友走到曹操高陵前，俾曹操送布洛芬，原因好簡單，曹操生前長期受頭風困擾，三國故事入邊又成日寫佢頭痛難忍，於是現代網友一邊玩梗，一邊真情實感咁心痛呢位千年前嘅曹丞相。有人送布洛芬緩釋膠囊，有人送止痛藥，有人送牙膏牙刷，仲有人認真分析曹操嘅頭痛可能同牙齒、神經炎症有關。呢件事睇落好荒誕，但細諗又好有意思。一個死咗1800幾年嘅人，點解仲可以令今日嘅人惦記佢嘅頭痛？一個被史書爭論咗千年嘅梟雄，點解會喺互聯網時代突然變成網友口中嘅老曹？呢背後唔係簡單惡搞，而係一種現代人同歷史人物之間非常奇妙嘅情感連結。曹操太複雜，佢係亂世梟雄，亦都係文學家。佢挾天子以令諸侯，又寫低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雞鳴呢種悲涼詩句。佢結束唔到漢末亂世，卻亦喺亂世之中重建秩序。佢被人鬧奸雄，亦都被人敬為英雄。佢一生權謀，一生征戰，一生背住罵名，死後卻留低一個極票數嘅墓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嚟到河南安陽，第一站就想去曹操高陵。安陽呢個地方本身就係中國歷史入邊一座非常厚重嘅城市，佢係中國8大古都之一，殷墟喺呢度發掘，甲骨文喺呢度現世。3000幾年前嘅大邑商曾經喺呢度建立皇都，由商王朝到漢末三國，由北朝風雲到橫城故地，呢片土地見證過太多王朝興衰，亦見證過太多英雄謝幕。如果你企喺安陽呢片土地上，會好容易產生一種時間錯亂感，腳下可能係商代遺址，遠處可能係曹魏舊影，再往歷史更深處睇，又會見到北朝嘅兵馬，見到亂世中嘅城池，見到無數帝王將相由呢度經過。曹操高陵就喺咁樣一片歷史密度極高嘅土地上，好多人提到曹操，第一反應係許昌，係赤壁，係洛陽，係官渡，係銅雀台。但曹操最後葬喺呢度，並唔係偶然，因為呢度靠近虞城。虞城喺曹操後期政治生命之中佔據咗極重要嘅位置。曹操平定北方之後，以虞城作為重要根據地，呢度係佢經營河北、控制北方、奠定曹魏基業嘅重要中心。佢雖然一生冇稱帝，但佢晚年嘅政治權力已經接近帝王。魏武王呢個稱號，正正係佢死後身份嘅關鍵指向。嚟到曹操高陵博物館，首先見到嘅就係曹操塑像。塑像氣勢好強，上面寫住魏武揮鞭4個字。呢4個字出自毛澤東詩詞《往事越千年》，魏武揮鞭，東臨圯石有為篇。呢幾句詩幾乎將曹操嘅歷史氣質寫晒出嚟。往事越千年，時間過去咗咁耐，魏武揮鞭嗰個騎馬東臨圯石寫低觀滄海嘅人，好似仍然企喺風裏。我哋今日睇曹操，往往離唔開後世評價。有人由《三國演義》睇佢，覺得佢多疑、狠辣、陰險、奸詐；有人由《三國志》睇佢，覺得佢有雄才、有膽識、有軍事能力，亦有政治手腕；有人由文學史睇佢，覺得佢係建安風骨嘅代表人物，詩入邊有亂世悲音，亦有一代雄主嘅胸懷；有人由歷史大勢睇佢，認為佢喺漢末崩壞秩序之中重新整合北方，為後來曹魏建立打低基礎。但係當我哋真正行到佢墓前，呢啲標籤都會慢慢變輕，因為墓本身會話俾你知，另一種曹操唔係戲台上嘅白臉奸臣，唔係小說入邊嘅奸雄模板，而係一個真實活過、真實痛過、真實焦慮過，亦真實走向死亡嘅人。曹操高陵曾經長期充滿爭議，好多人一聽到曹操墓被發現，第一反應唔係相信，而係懷疑。因為民間一直流傳曹操有72疑種嘅講法，話佢生性多疑，死後怕被盜墓，於是起咗好多假墓，令後人永遠揾唔到真正葬身之處。呢個傳說流傳好廣，
亦都非常符合大眾對曹操多疑性格嘅想象。但問題係72疑種本身更多屬於後世傳說加工，佢唔等於可靠史實，真正嘅考古判斷唔可以靠小說印象，亦唔可以靠民間故事，佢要靠地點、墓葬形制、出土文物、銘文資訊、人骨鑑定、歷史文獻多條證據互相印證。呢個亦正正係曹操高陵最值得講嘅地方。佢唔係因為某一件文物就突然被斷定為曹操墓，而係因為一整套證據鏈最後共同指向同一個答案。呢個答案就係呢度極有可能就係魏武王曹操嘅高陵。但喺講證據之前，我哋先睇呢個墓帶俾人嘅第一感覺。佢冇想象中帝王陵墓嘅奢華，冇金碧輝煌嘅地下宮殿，冇堆滿寶物嘅墓室，冇令人眼花繚亂嘅陪葬珍寶。相反，佢呈現出一種好強烈嘅樸素感。呢個同曹操臨終前主張薄葬嘅遺願形成非常直接嘅呼應。曹操曾經留低遺令，要求喪葬從簡，唔好厚葬，唔好奢侈鋪張。佢一生見過太多亂世，亦知道厚葬只會招來盜掘，所以佢死後墓中冇大量金銀財寶，反而留低好多石質禮器、石牌以及相對簡省嘅葬具。呢種樸素並唔代表身份低，恰恰相反，佢更似一位經歷過亂世嘅政治家對死亡同身後事嘅冷靜安排。一個曾經掌握天下大權嘅人，死後冇將個墓修成炫耀財富嘅地下宮殿，呢一點本身就好曹操。第三部分，曹操墓點解可以被確認咁？點解考古學界會認為呢座墓就係曹操高陵？呢件事唔可以靠感覺，一定要睇證據。最關鍵嘅證據之一就係老潛墓誌。老潛呢個名，普通觀眾可能並唔熟，但係佢嘅墓誌對曹操高陵定位非常重要。墓誌入邊提到，老潛墓位於魏武帝陵西北方向，距離有明確步數記載。換句話講，佢似一張古代地圖坐標。如果先揾到老潛墓嘅位置，再根據墓誌入邊記錄嘅方位同距離反推，就可以推測出魏武帝陵嘅大致方位。而曹操高陵所在位置啱啱好同呢個反推結果吻合，呢個係非常重要嘅空間證據。第二條證據嚟自史書記載，《三國志》等文獻記載，曹操葬於龍之西江，並且同西門豹池一帶位置有關。曹操高陵所在區域正正位於龍城故地附近嘅西高穴一帶，呢個地理位置同史書記載高度吻合。如果只係單獨一條線索，當然唔可以完全定論。但當老潛墓誌嘅方位同史書入邊嘅龍之西江，再同高陵實際位置疊加埋一齊，佢嘅可信度就明顯提高。第三條證據就係墓葬規格同形制。曹操高陵係一座大型磚室墓，規模好高，結構複雜，符合東漢末年高等級墓葬特指。墓中出土嘅五銖錢、兵器、器物風格，亦都同東漢末年到曹魏初期嘅時代相符。更重要嘅係，墓中發現咗石龜、石壁等禮制性器物。呢啲器物嘅尺寸同規格，明顯唔係普通貴族墓可以解釋。佢哋指向一個接近帝王級別，但又冇正式皇帝墓嗰種極端奢華嘅人物。呢一點同曹操身份非常貼合。曹操生前係魏王，死後稱號魏武王，佢嘅地位已經遠遠超過普通諸侯。但又因為佢本人冇稱帝，所以墓葬形制亦都唔應該完全等同皇帝陵。曹操高陵呈現出嘅正正就係呢種特殊狀態，身份極高，但薄葬簡省接近帝王，卻又唔係傳統皇陵。第四條證據亦係最直接一條，墓中出土咗刻有魏武王字樣嘅石牌。呢啲石牌非常重要，佢哋類似隨葬器物嘅清單標籤。古代墓葬入邊，隨葬品往往會有登記同標識。曹操墓中好多真正嘅器物已經被盜走，但係石牌留咗落嚟。呢個就似超市貨架上嘅價錢標籤仲喺度，雖然貨物冇咗，但標籤話俾你知呢度原本擺過乜。石牌上出現魏武王常所用等字樣，直接指向墓主身份。魏武王係邊個？歷史上最符合呢個稱號嘅人就係曹操。呢幾乎係所有證據中最有力嘅類，因為佢唔係後人猜測，而係墓中出土文字自己俾出嘅資訊。當然，反對者亦都會提出疑問，會唔會石牌係偽造？會唔會係盜墓者放入去？會唔會係後來混入去？呢類問題喺重大考古發現入邊好常見，
所以考古學家唔可以只睇單件文物，而係要睇出土環境、地層關係、器物組合、文字風格、墓葬整體狀態。由目前公開資料睇，呢啲石牌同墓葬整體環境之間關聯較強，佢哋唔係孤零零嘅外來物，而係同成座墓嘅年代、規格、隨葬制度、文字內容一齊構成證據鏈。第5條證據來自墓中文物同曹操個人經歷嘅對應。曹操能文能武，佢既係軍事家、政治家，亦都係詩人、文章家。墓中出土兵器、民防用品，同佢橫槊賦詩、統兵征戰、文武兼備嘅形象相符。當然，呢類證據唔可以單獨證明墓主就係曹操，因為好多高等級男性墓中都可能有兵器同民防用品，但係佢可以作為輔助線索，令墓主人形象同曹操更加貼合。第6條證據嚟自一件非常特別嘅文物，魏武王常所用衛項石。呢件嘢睇落似一塊石頭，中間有凹槽。有學者認為佢可能係一種醫療或者理療器具。所謂衛項可以理解為用喺頸項部位嘅熱敷器具。曹操生前長期患有頭風，亦即係頭痛類疾病。如果呢件器物確實係用嚟熱敷頸項、舒緩頭痛或者相關不適，咁佢同曹操嘅身體狀況就形成咗非常有意思嘅對應。當然，我哋唔可以話只要有理療器，墓主人就一定係曹操。但係當佢同魏武王石牌、高等級墓葬、史書記載、老前墓誌、骨骸年齡等線索擺埋一齊，就會變成證據鏈之中嘅一環。第7條證據來自遺骨鑑定，墓中發現嘅男性骨骸經鑑定年齡喺60歲以上，曹操去世時66歲，呢個年齡基本吻合。另外，根據骨骼推測，墓主人身材並唔高大。史書入邊有曹操姿貌短小嘅記載，呢個亦都同遺骨推測形成一定對應。當然，古代史書對人物外貌嘅記載有時帶有誇張或者評價色彩，唔可以當成絕對精確嘅體檢報告，但佢仍然係輔助線索之一。呢啲證據加埋一齊，形成咗一條相當完整嘅推理鏈。老前墓誌提供方位線索，史書記載提供地理背景，墓葬形制指向東漢末年高等級人物，魏武王石牌直接指向身份，墓中文物同曹操生平特點相符，人骨年齡同曹操去世年齡吻合，薄葬特指同曹操遺令互相印證。因此，考古學界先會認為呢座墓極有可能就係曹操高陵。至於網上流傳嘅幾個段子，亦可順便澄清一下。有人話墓入邊發現細路屍骨，專家稱呢個係曹操細個嗰陣，其實呢個係早年網絡段子，後來被傳成新聞笑話。正常人當然唔可能將細個同老年後嘅自己一齊葬喺同一座墓入邊。仲有人話呢個會唔會只係曹操72遺種之一？但係72遺種本來就係後世傳說，唔係確定歷史事實。即使曹操真係擔心盜墓，亦唔可以因此否定所有考古證據。仲有人問點解唔做 DNA 檢測？呢個問題聽落好科學，實際操作卻好困難。首先，古代人骨保存情況複雜， DNA 提取成功率並唔穩定。其次，即使提取出 DNA， 亦需要可靠對比樣本，邊個可以被確認係真正嘅曹操後人？曹操後代經過近2000年繁衍，支系複雜，譜系真假難辨，冇可靠參照。DNA 檢測都好難俾出決定性答案，所以考古判斷並唔係一定要依靠 DNA。喺好多歷史墓葬研究入邊，文字材料、墓葬形制、出土環境、歷史文獻、人骨鑑定，先係更常用嘅綜合判斷方法。曹操高陵嘅價值，亦唔只係確認墓主係邊個，佢更重要嘅地方在於，令我哋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曹操晚年同死後嘅真實面貌。嗰唔係演義入面嘅面譜，而係一個帶住疾病、帶住權力、帶住文學氣質，亦帶住死亡意識嘅人。第4部分，票數墓室入邊嘅魏武遺影，行入曹操高陵展廳。最有意思嘅唔係所謂驚天寶藏，而係嗰啲睇落唔夠華麗，卻資訊量極大嘅文物，例如魏武王石牌。呢啲石牌上刻住隨葬物品名稱，好多器物本身已經唔喺度，可能早喺盜墓過程入邊被拎走，亦都可能因為時間流逝而損壞。但係石牌留低咗清單，佢哋話俾我哋知墓中原本擺過乜嘢，呢啲嘢又點樣對應墓主人嘅生活同身份。其中有啲名稱非常生活化，有啲令人一睇就聯想到曹操日常，例如香囊相關嘅記載，
曹操臨終前曾經安排身後事，仲提到將香分俾妾侍，呢個說明香料、衣物、日常器具都同佢個人生活有關。墓中石牌出現同香囊相關嘅內容，就令人感到一種奇妙嘅真實感。歷史人物唔再只係史書入面嘅名，佢亦都有氣味、有舊物、有病痛，有臨終前對身邊人嘅安排。再例如胡粉，古代胡粉經常同裝飾有關，魏晉時期男性敷粉並唔罕見。曹氏家族後來亦都有同美之戎敷粉相關嘅文化記憶，見到胡粉、耳根呢類隨葬標記，好容易令觀眾會心一笑，原來亂世梟雄身邊亦都有呢啲充滿生活細節嘅嘢。再例如石龜同石壁，正常高等級墓葬入邊，人哋更容易諗到玉龜、玉璧，但曹操墓中出土嘅係石質替代品，呢個就非常符合薄葬邏輯，身份要體現。禮制唔可以完全冇，但材料唔使奢華，用石代玉，既保留象徵意義，又減少財富陪葬。呢個就係曹操身後安排入邊非常清醒嘅一面。佢知道自己身份特殊，亦都知道厚葬無益，更知道亂世之後豪華墓葬好容易變成盜墓者目標，所以佢嘅墓喺高等級規格同節儉思想之間呈現出一種微妙平衡。仲有雲母片，佢睇落似透明薄片，有講法認為佢可能同葬具或者衣物覆蓋有關，類似浴衣材料嘅一種替代。漢代高等級貴族墓中常見浴衣觀念，認為玉可以防腐、可以護身、可以象指身份。但曹操墓中如果用雲母片代替玉片，同樣說明佢喺喪葬上採取咗簡省方式。佢唔係冇身份，而係唔追求極端奢靡。呢個同佢臨終薄葬嘅要求再次對應。仲有衛漢石呢件文物，尤其令現代網友感興趣，因為佢直接將曹操同頭風連埋一齊。我哋由故事入邊知道曹操頭痛，由《三國演義》入邊知道華佗要幫佢開顱治病，結果曹操疑心大起，最後殺咗華佗。呢個故事當然帶有文學加工，但曹操患頭風喺歷史記憶入邊確實好出名。當墓中出現可能用於頸項熱敷嘅石器，觀眾就會產生強烈代入感。千年前嘅頭痛忽然變得非常具體，難怪今日網友會送布洛芬俾佢。雖然呢個只係玩笑，亦都唔可以當真當成治療建議，但佢表達嘅係一種跨越時代嘅共情。曹操唔再只係史書入邊殺伐決斷嘅人，佢亦係一個會痛嘅人，一個被病痛困擾，喺晚年仍然操勞政務，仍然面對戰爭、繼承、權力、死亡嘅人。而曹操墓前嘅網友供品，亦成為呢座高陵最有互聯網時代特色嘅一幕。布洛芬、止痛藥、牙線、牙刷、漱口水，呢啲嘢本來同古墓毫無關係，但佢哋擺喺嗰度，卻形成一種荒誕又溫情嘅畫面。古人用酒肉香燭祭奠亡者，現代網友用藥片同牙膏對話歷史，呢當然唔係傳統祭祀，更似一種當代人嘅幽默表達。大家都知道曹操唔會真係食藥，但大家仍然願意用呢種方式講一句：老曹，你個頭仲痛唔痛？呢種玩梗背後，其實係曹操形象喺今日重新鮮活。過去我哋受《三國演義》影響太深，曹操常被定格成奸雄，佢多疑，佢狠辣，佢講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，佢挾持漢獻帝，佢誅殺異己，佢令好多人害怕。但歷史上曹操又唔止係咁。佢年少時任俠放蕩，後來參與討伐董卓，喺漢末天下崩壞之時，佢見到民生凋敝，見到白骨遍野，見到千里無雞鳴嘅慘況。佢嘅詩中有雄心，亦有悲憫。觀滄海入邊，佢寫日月之行，躍出其中；星漢燦爛，躍出其里。呢個係胸懷天下嘅氣象。歸須壽入面，佢寫老厄伏魔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呢個係暮年英雄唔肯服老嘅心聲。敲里行入邊，佢寫來甲生哭殺，萬姓已死亡，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雞鳴。呢個係亂世之中真正見過人間慘象嘅人先寫得出嘅句子。曹操係複雜嘅，佢有殘酷嘅一面，亦都有重建秩序嘅一面。佢有權謀，亦有文學；佢有野心，亦都有清醒。佢撕裂咗漢室最後嘅體面，亦都為結束北方長期混亂建立咗新嘅政治基礎。如果只用好人或者壞人形容佢，都太簡單。佢唔係聖人，亦都唔係單薄嘅奸臣，
佢係漢末亂世最典型亦最有力量嘅歷史人物之一。而曹操高陵啱啱令呢種複雜變得具體。墓室入邊冇太多奢華寶物，卻有高等級武裝嘅規格。佢唔稱帝，卻享有近似帝王嘅身後身份。佢主張薄葬，卻仍然無法逃過後世悼擾。佢生前叱咤風雲，死後亦都不過歸於磚石黃土。呢種反差令人好難唔感慨。英雄一生再大，到最後都只係剩翻一座墓。權力再盛，都抵唔過時間。由曹操墓出嚟，再睇網友送嘅布洛芬，反而會覺得呢個玩笑並唔輕浮。佢係一種現代人面對歷史時嘅親近方式。我哋唔再只係跪住睇古人，亦都唔再只係冷冰冰研究古人。我哋會調侃佢，會心痛佢，會爭論佢，會為佢寫詩，會去佢墓前打卡，會用現代藥盒同佢嗰場1000年前嘅頭風開一個玩笑。呢個說明曹操仍然活喺文化記憶入邊。真正被遺忘嘅人，唔會有人俾佢送藥，唔會有人為佢爭論，唔會有人喺1000年之後仲想知道佢墓入邊到底有乜。曹操高陵嘅意義亦都正正喺呢度。佢唔單止係一個考古遺址，佢係史書、傳說、文學、考古、互聯網文化共同交匯嘅地方。喺呢度，《三國演義》入面嘅曹操，《三國志》入面嘅曹操，建安詩人曹操，魏武王曹操，墓中白骨曹操，網友口中嘅老曹，全部重疊埋一齊。我哋見到唔再係單一形象，而係一個被時間層層包裹，又不斷被後人重新解釋嘅人。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揮鞭嘅身影已經遠去，虞城唔再係當年嘅虞城，銅雀台亦只係剩翻歷史回聲。嗰啲曾經爭奪天下嘅人都變成墓誌、磚石、詩句同博物館展櫃入邊嘅文物，但曹操留下嘅問題仍然冇消失。亂世之中應該點樣建立秩序？權力同道義應該點樣平衡？英雄同奸雄之間到底有冇清晰界線？一個人被後世評價時，究竟應該睇佢嘅手段，定係睇佢嘅功業，定係睇佢留俾時代嘅複雜影響？呢啲問題唔係一座墓可以回答晒，但曹操高陵至少提醒我哋，歷史人物唔係臉譜，佢哋活喺真實嘅時代壓力入邊，佢哋做出嘅選擇，有啲令人敬佩，有啲令人不安，有啲改變歷史，有啲留下罵名。曹操正正就係咁樣一個人，佢既令人佩服，亦都令人警惕。既能寫出慷慨悲涼嘅詩，亦能作出冷酷無情嘅政治決定。既有老巢服務嘅壯心，亦有無法逃脫死亡嘅病骨。所以當我哋企喺曹操高陵前，最應該帶走嘅唔係一句簡單評價，唔係曹操到底係英雄定係奸雄，而係明白真正嘅歷史從來唔係黑白兩色。佢似墓室入邊嗰啲被盜走嘅器物，有啲已經消失，有啲只剩石牌上嘅名，有啲仲埋喺土入面，等後來人慢慢辨認。曹操亦都係咁，佢被小說改寫過，被戲曲臉譜化過，被後世政治評價塑造過，又喺今日被網友重新玩梗同親近。但越過呢啲層層敘事，我哋仍然喺高陵入邊見到一個真實影子，一個身材並唔高大，卻攪動天下風雲嘅人，一個終身頭痛，卻依舊揮鞭北方嘅人，一個冇稱帝，卻為曹魏鋪路嘅人，一個主張薄葬，卻依然被千年後世反覆打開同凝視嘅人。頭骨孤露盡磚石，英雄終究成過客，但係過客都會留低痕跡。曹操留低嘅痕跡喺安陽嘅土地入邊，喺瓯城嘅風入邊，喺觀滄海嘅句子入邊，喺魏武王石牌上，亦喺今日網友擺放嘅一盒盒布洛芬入邊。呢或者就係歷史最迷人嘅地方。佢唔係死嘅，佢會被一代代人重新閱讀、重新調侃、重新理解、重新心疼。而曹操呢個1000年前嘅亂世梟雄，亦喺一次次重新被講述之中，繼續企喺我哋面前，似嗰句詩入邊寫咁：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揮鞭，東臨碣石有為篇。每集都有乾貨，聽月叔講幾句，學到嘢多幾分。以上就係呢期嘅全部內容，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